请咱右安徛的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讲道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再来交托启文，启文第39篇，也就是以赛亚书第2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姐做伙来引。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。拢会一换来归依。万民话来讲，咱来去上上主的山。因为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律法会对释安发出。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，因会将刀拍做犁头。这国无过赢刀攻击迄国，雅各家啊，就来。当心阿头来祈祷。听堂的天父，伫新的一年开始，阮围雷而落，献上阮的祈祷。求你伫这个新的起头，使阮智慧数算家己的年日。互阮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荣耀你，求你甲阮同在，带领众兄弟姊妹脱离黑暗甲邪恶，无去陷入试探。求你继续做阮脚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求你的智慧引带阮的工作甲学习，凡事拢尊你最大，选择去做望你欢喜甲接纳的代志，无去互俗世所游戏。主啊！为着2022年的疫情，我要继续迫切来祈祷，病毒造成人心的不安，和经济衰退、生活不便，扰乱教会、社会以及侪侪活动的正常进行。求你怜悯阮众人，早一日，互阮对疫情的限制中脱出，定心将平安喜乐放伫阮的心内。主啊！无论世界怎样变换震动，你永远要做阮的伴照。求你继续用主爱扶持阮的脚步，用大能坚固阮的生命，用真理温过阮的灵。万项事互相效力，互遐个听上帝的人拢得到利益。愿千千万万的人悔改归向主，伫患难中得到基督的性命，叫每一个有亏失的。拢来敬畏创造阮的主基督，互世界大家乐拢活伫你恩典的国度中。愿主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愿去你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好了，生活队今仔日要用我心尊主最大，带领咱来敬拜。
详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耶利米书31章，咱要对第7节读到14节。耶利米书31章第7节安尼讲：上主阁讲，要为雅各欢喜唱歌，为上伟大的国家欢呼，着传播，着称赞，讲上主已经解救伊的子民，解救以色列存落来的人。看咧，我要对北方带因倒来，对天边海角将因调集我来，失明的、卡歹的、怀孕的、特别生产的，拢规大阵同齐倒来。因沿路靠倒来，我要安慰因，带因顺溪水边行，行平坦的路袂跋倒。我是以色列的爸，以法莲是我的大囝。列国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，着伫前方的海岛宣扬讲，赶线以色列去位，要调集伊，要看顾伊，亲像牧者固守羊群。11节，我上主已经救赎雅各，解救伊脱离比伊较强的人的手头。因要来锡安悬的所在欢呼，为着上主所赐的好物欢头喜面，因为上主赐因我国新酒甲新油，阁有羊羔甲细只牛仔。因要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袂阁忧苦。迄时查某囡仔要欢喜跳舞，少年人甲老人做伙快乐。我要互因的悲伤变做欢喜，要安慰因。互因有喜乐代替悲哀，我要用油钱互祭司巴族，我的子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讲到今仔日咱敬听会晓秉义牧师免咱宣讲的信息是：沿路唱出喜乐的诗篇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点伫新的一年。愿大家人会当三自集，踮伫你的圣殿，愿同齐要献上敬拜，愿同齐要对你的规矩中间来得到帮赞。主愿你用你的圣神，逐日启示阮，也帮赞阮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拄着你；每一日，阮听见你的声，也互阮会当得到祝福，得到快乐。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也祝大家平安。自细汉到大汉，咱若是踮伫教会内面，咱会定定唱歌。所以我若是问大家，自细汉到大汉，你上意爱、上熟悉的圣诗，也是诗歌是倒一首？可能大家人答案拢无共款的哇。有可能咱大家人答案拢无共款。啊，有足侪诗歌是咱自细汉开始咧吟，哪有趣味，但是嘛有可能因为咱现主时生命的状况。所拄到的挑战，至到有真侪时，唱歌会失去感动，唱歌会有欢喜，唱歌嘛可能咧讲出心内底的悲哀。但是无论是欢喜也是悲哀，恐惊拢还好，因为上恐怖的是啥物？安怎唱拢无感觉。上恐怖的是安怎唱拢无感觉，安怎唱拢失去愿望。有当时啊，踮伫以色列的中间也是安尼，因共款咧敬拜，共款咧吟诗，但是无论安怎唱、安怎敬拜，哪亲像心内底无任何的感受。先知常常是踮伫即款处境下面，要向整个的以色列人讲出上帝的信息。上帝选调先知耶利米。伊选调耶利米是对伊还未出世进前，伊就开始指定讲，伊要担当一个重大的使命。耶利米一开始感觉家己少年无口才，但是上帝的应允是：我要甲你同在。上帝将重要的工作交予伊，是爱伊做背出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建立甲栽培的工作。也就是讲，整个以色列已经到伫一个坎站，是因完全行家己歪错的路。所以，至到其上帝爱先知讲，恁
你爱重新甲伊规个拢翘起来，重新搁献一摆，重新搁栽种，重新搁建造。这是以色列所拄着的事。其实，咱来想看觅，以色列对一开始因要出埃及的时，到底唱的歌是啥物款的歌？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，唱的歌是得胜的诗歌。因受到埃及的辖制，受到法老的统治，所以地教因失去自由，所以因开始要迈向自由的时，这个时阵所唱是得胜的诗歌。唱着得胜的诗歌，不断的向前行的过程，人的心有开始惯势啊，开始享受上帝恩典了后，因开始袂记你上帝。所以当袂记你上帝的时阵，这首得胜的歌嘛渐渐咧失味。这首得胜的歌失味啊，失味到因无法度搁唱，已经毋知影迄个得胜的感受是啥物。踮伫一个国王一个国王的罪恶中间，因受到失败。伫这个一个国王真做歹的事的时阵，也得到上帝的刑罚。所以一直到伫耶利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也搁一摆面对失败，因互人受掠，到伫巴比伦，这首得胜的歌煞真做悲伤的歌。因离开家己熟悉的所在，因也远离家己会当敬拜的所在。侪人咧等。到底到什么时，我才会当回到我原本的所在？到底要等到什么时阵，我才有法度看见上帝的祝福啊？日子一日咧过，真侪人因离开家己的故乡了后，也未赴会当转去，都已经踮伫异乡过身啊。所以耶利米踮伫31章伫遮，伊写讲这是春落来的人，侪人受掠去，踮伫遐，渐渐地面对着一个搁一个离开了后，这是春落来的人。春落的人，因的心是安怎？春落来的人一直咧问：我敢还阁有机会通转去吗？我敢有机会阁听候到上帝要祝福我吗？心内底满是目屎，满是受伤，因咧等讲上帝啊，敢会当赶紧来临面管？因咧等上帝，你什么时阵会看到我？什么时阵会当听到我？上帝啊，求你来，互这首悲伤的歌成做喜乐的歌吧。这个时阵，上帝声来啊！我要对远远的所在因来显现，我要用信息甲不变的阻碍来听因。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时，起来吧！上帝讲，咱准备要回到家己的所在啊！先知所面对的工作，将来就无简单，因为先知面对的是一群安怎讲拢讲袂听的人。安怎讲，拢犹原踮伫痛苦中间，无法度行出来的人。所以先知家己也是头一个咧面对讲，我所讲的可能拢无效，我无论安怎要甲遮以色列人挽回，可能拢失败。先知家己也共款伫一个真深的黑暗甲惊吓的中间，伊敢会当敲吹上帝的拯救到底伫倒落。所以，先知毋是一个我真厉害的人，先知毋是一个我啥物拢知的人，先知是一个得到上帝互伊使命爱伊参与伫众人艰苦中间的人，也踮伫这个过程学习啥物是谦卑。这是对今仔日的咱来讲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每一个军队上帝的人，有当时啊，咱会看见。伫咱身躯边的人陷落踮伫困难，咱会看到身躯边的人伫痛苦的中间。咱每一个军队上的人，咱拢有一个期待讲，
敢会当讲我替伊祈祷，也是我来关心这个人，会当将伊的性命重新搁挽回？咱有这个期待，总是定定咱所拄到的是，无论咱安怎讲吼，身躯边的人犹原无想要听；无论咱安怎想要关心身躯边的人，伊犹原踮伫一个真大的艰难，踮伫一个真大的痛苦。咱就定定会问讲：啊，上帝啊，到底我爱搁做偌济？我爱搁讲偌济？安怎讲因就袂转来？安怎讲伊犹原行家己罪恶的路？古伦神父咧提醒每一个基督教的团体，伊讲踮伫教会内面，踮伫基督徒的团体内面，咱的灵性上界重要的基础是谦卑。上界重要的基础是谦卑，也就是讲，虽然咱是一个军队基督的人，虽然咱是一个看起来得到上帝祝福的人，但是咱犹原有真侪事是无法度做会到的。咱犹原有侪事是需要上帝，所以咱爱有一个灵性的基础是谦卑。这个谦卑要对开始，这个谦卑需要对咱拍开心灵的耳孔开始。谦卑需要对咱拍开心灵的耳孔，去听别人的声音，去听别人的性命，去听。到底这个人心内底咧想啥物开始？真侪时阵，咱着急想要做，想要讲，因为咱会感觉讲啊，上帝就安尼讲嘛，上帝的话就安尼咧启示，所以恁应该爱安怎爱转来做礼拜，爱转来找上帝。咱会着急想要讲，咱会着急想要做。到底上尾啊，咱袂记哩爱互家己，嘛互上帝空间。咱掠准，咱为着上帝咧无用，却袂记哩讲，啊，若是上帝无伫遮咧。咱真着急想要为着上帝无用，但是却伫无注意的中间，咱远离伊的道路。因为咱一直讲，咱一直想要改变边仔的人，但是边仔的人犹原活伫罪恶的中间，边仔人犹原继续伊家己的路的时阵，咱心内底会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张力。啊，为虾米拢讲无爱听？为虾米我安怎劝伊，伊就无想要改变？咱会一直受到埋怨，会有一跨路。所以古伦神父伊阁继续讲，当每一个教会也是团体的领导者，一直咧埋怨讲，啊，人愈来愈少。啊，会当同工的人愈来愈少，啊，会当甲阮做伙敬拜上帝的人愈来愈少的时阵，古伦神父讲，当咱有当时咧讲遮的话的时阵，咱感觉同工愈来愈少，感觉咱团契的人愈来愈少，感觉教会的人愈来愈少，感觉啊，阮厝内底的人拢袂来教会，啊，咱愈来愈少的时阵，伊讲，这咧显明一件事，就是每一个讲遮的埋怨的话的人是忽略。别人心内底性命的需要到底是啥物？伊讲，咱咧讲遮个话的时阵，背后拢认为讲我啥物拢够，我啥物拢真厉害，所以爱照我的来行。咱忽略别人性命中间伊心灵的需要到底是啥物？所以愈去埋怨身躯边的人无热心的时，是愈反映讲话这个人。生命中间的无信甲信心倒退，古伦神父讲了真好诶。当咱开始咧埋怨身躯边的人无认真服侍上帝，无认真咧追求主，无够虔诚的时阵，其实咧反映的是讲这个话的人本身心内底的信心无够也一级不信，无信。所以，伊才会提醒咱讲，咱爱转来到伫谦卑，转来到伫讲，我爱看见我家己所要唱的歌是虾米款的歌。当咱咧吟诗的时阵，当咱的性命咧学到上帝的时阵，
咱所看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景色？若是咱所看见的是别人的毋对，咱所看见的是别人拢无做好，敢若我家己是对的时阵，只有我家己才是上认真咧服侍的时阵，都已经咧表明讲，咱已经离开主的路真远啊！咱已经离开主的路真远，所以咱所唱的歌拢是失望，拢是对别人的压迫。有当时踮伫教会内面，咱定定会拄到的是。咱无一定踮伫遮是互相会当真温暖的，定定时阵咱会拄着冲突，定定咱会拄着埋怨，定定会面对失望。所以神父也阁继续讲，伊讲失望吼，对一个教会，也是对一个团体，对一个基督徒的群体，失望是基督教信仰真核心的经验。我愈读伊的册，我愈感觉真特别。伊讲失望真重要。有个人踮伫失望的中间，会开始埋怨，认为讲家己就是迄个受害的人，因为这个教会、这个所在无反映耶稣基督的款式。但是神父伊讲，失望的经验挑战咱，到底咱的信仰生命是徛在伫啥物？到底咱的信仰是徛在伫一个，互人感觉真温暖、互人感觉理想的团体，也是咱的信仰是徛在伫主上帝。如果咱感觉是爱徛伫一个真温暖、互人看起来三听真理想的团体的时阵，安尼敢会是咱的信仰是建立伫感觉，并毋是主上帝。所以，伫迄个失望的过程中间，咱开始面对家己的误解。迄个误解是所有的人只有伫一个完美、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团体内面，才会当经验上帝。这是咱上大的误解。咱认为一定爱教会是彼此相听，一定爱真好的所在，才有人会当经验上帝。毋是。是踮伫失望的过程，踮伫面对受伤以及不安的时，咱更加去体会到，咱每一个人拢是有罪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耶稣。那毋是安尼，信仰就无法度阁继续向前，咱也无法度去体会讲，我真正是一个需要谦卑来到伫伊的面前。所以真重要的提醒就是，咱是有罪的人。虽然咱踮伫教会内面真侪年，咱也领受恩典，咱领受上帝的祝福，咱也得到侪侪恩赐，咱得到侪侪上帝引带咱经过一个搁一个挑战。虽然是安尼，看起来咱能力嘛愈来愈侪，但是咱犹原是有罪的人。咱需要谦卑，踮伫伊的面前。若毋是安尼，咱就会行入以色列所行的路。咱就会行入以色列所行的路。以色列一开始唱得胜的诗歌，因认为得胜，所以因认为上帝必然甲咱同行。但是，就踮伫迄个骄傲，踮伫迄个我感觉我已经完成啊的时阵，以色列开始一直踮伫困难，一直踮伫侪侪罪恶中间，直到因无法度阁转去家己的所在，直到因无法度转去到因家己的故乡，无法度转去到伫圣殿踮伫遐敬拜。先知咧劝勉众兄弟姊妹讲，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，这个时刻是转来到伫上帝家的时啊，因为上帝要行动啊。上帝要正人讲，恁爱为着以色列欢呼唱歌，为着这个上伟大的国家大声。恁爱唱俄罗的诗，因为上帝要拯救伊的子民啊！所有失望的人，所有受伤的人，所有惊吓甲不安的人，上帝要带咱转来。上帝要带咱每一个。检测点伫过去一年，咱经验到惊吓，感觉到不安，
感觉到生命中间乱俗的这个时刻，上帝用伊的话对咱讲，伊要带咱转来，伊要带咱转来，带咱转来。但是踮伫这个艰苦的过程，伊也对咱讲，所有失明的人，所有摆骹的人，遮的人是安怎转来的？哪靠哪转来？因为生命中间有真侪艰苦，有真侪无法度赢过的事。上帝应允是，我就亲像牧者要带恁转来，我就要亲像牧者带恁经过溪水。继续行伫边塔的路，恁袂阁跋倒。所有目屎是面对痛苦无法度解决的情绪，但是目屎嘛带着头棒，迄是艰苦，也是得到头棒的欢喜。所有失丧的人，所有失迷的羊，现主时，上帝要带咱转来啊！转来了后，伊的应允是。恁要继续唱出喜乐的诗篇，踮伫锡安山欢喜唱歌，享受丰富的礼物，也踮伫丰盛的水源中间，无任何的欠缺。迄是转来的事，迄是转来到伫主上帝伊怀抱中间的事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一路行了真久。所有的目屎踮伫遮，受着接纳；所有的受伤，上帝拢知。因要阁一摆自责，查某囡仔要欢喜跳舞，少年人甲老人要做伙唱歌，悲伤成做喜乐，忧愁成做欢喜。这是上帝的宣告，是上帝的拯救。每一个人要唱出喜乐的诗歌。进入2022年，今仔日是新的开始，咱要唱喜乐的诗歌。咱需要醒过来，咱需要徛起来，学习神父所对咱讲的，将外在的目睭也是耳孔拢关起来，是重新拍开心灵的目睭、心灵的耳孔，去看见。去听见上帝的行动，上帝不断的行动，就算讲伫咱感觉看袂到伊的时，上帝一直在对咱讲话。上帝通过伊的话语对咱讲话，上帝通过咱的诗歌也对咱讲话。上帝邀请咱参与伫这段喜乐的诗班中间。咱会转来到伫上帝的殿，咱会转来到伫主上帝的生命所赏赐予咱的生命中间。未来是挑战，未来会有侪未知，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超越过咱的想象。所以这个转来，毋是转到伫我过去安怎。是转来到伫一个主上帝所应允新的未来中间，是转来到伫上帝所应允予咱一个新的未来。迄个新的未来看起来一切真熟悉，但是也有咱感觉青春的所在，因为咱从来毋捌想象过到底新的时代上帝要安怎带咱向前来行。会记哩一年进前，咱的总统引用一首流行歌，讲有路咱沿路唱歌，无路咱撩溪过岭。迄是一年前咱的总统所引用的一句歌词。当我咧看这首歌的歌词的时阵，我想起几年前我甲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经验。这个基督徒的家族踮伫山顶，真深山的所在。深山的所在，几十年前遐有一间教会。几十年前伫迄个深山内有一间教会，但是渐渐一年一年咧过，踮伫山顶的人，拢已经渐渐拢出来啊，拢已经迁徙出来。所以到伫上尾啊，
踮伫山顶，敢若剩一两户，迄间教会也愈来愈爬远。迄个建筑物愈来愈爬远，逐摆去看，迄个草已经比人搁较悬。礼拜堂的厝尾顶嘛已经拢陷落。徛伫遐，逐摆看到即间礼拜堂，阮拢做一直咧问：上帝过来咧？过来，上帝你到底要做啥物？要做啥物事？即个山顶已经无人啊！遮尔深山的所在，一个少年人拢一直潜出去，可能行几10公里，行几点钟，拢找无人要住伫遐。但是遐有一间礼拜堂，遮搁有啥物款的意义吗？这个家族也搁有少数的人留伫遐，因也少数的人逐礼拜踮伫礼拜中间，但是嘛面对囡仔一个离开。有一年要做庆祝周年的礼拜的时，逐个人咧讨论讲有啥物方法会当重新纪念咱基督徒家庭的根源。这个家族的兄弟姊妹就彼此咧分享讲，阮细汉的时阵，就是阿公阿嬷带所有的囡仔，搬山过岭，行路去做礼拜，大概爱行1点钟以上。全部的人就是亲像伊讲的，绕溪过岭，有路就安尼阁继续行落，行1-2点钟，为着要做礼拜。做礼拜煞，才阁转来到伫家己的家。我相信这可能嘛是咱有一兄弟姊妹的经验。到伫现在，交通愈来愈方便，即马免阁行遐尼长的路啊，即马会当骑奥多摆，即马会当开车。但是也因为愈来愈利便了后，嘛侪人开始袂记你讲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。所以迄天，阮咧彼此讨论的是，阮讲好，无咱趁着要庆祝周年的时阵，咱阁来做一件事，咱阁来行一摆吧。咱阁来行一摆，对恁现在上届长辈的人开始，带甲上细汉的囡仔，咱阁来行一摆。恁阿公阿嬷带恁捌行过的路，迄条路毋知影是几十年无人阁行过啊。但是迄日，所有人聚集踮伫遐，因就摕迄个镰刀开始扑草，无路就扑草。我阁会记，因为迄天我讲好，我会陪恁做伙行。做伙行的过程，真正是无路硬要开一条路出来，阁无注意行到人的田内面，拄着迄个鹅开始要冲出来攻击，看到溪水，就真正流溪，家己阁继续过，行1点外钟，重新徛伫迄间礼拜堂的头前，自迄个是年纪上大70几岁，到伫拄仔出世抱伫婴仔的。所一家大细做伙行这条路，徛伫迄间已经无人的礼拜堂，踮伫遐咧吟诗，踮伫遐咧敬拜的时，彼此咧回想，这首诗歌是啥物款的诗歌？这首诗歌是虽然看起来侪人已经离开啊，虽然看起来侪人已经无搁住伫遮。虽然看起来这个礼拜堂已经是荒废啊，但是上帝的疼永远无离开每一个敬拜伊的人。原本看起来是爬远的诗歌，原本唱出来是绝望的诗歌，但是当重新连迄个抱伫手内底的婴仔拢做伙行这条路的时阵。这条诗歌要成做愿望的诗歌，这条诗歌要重新成做懊恼的诗歌。今仔日的咱，
咱也受上帝的邀请，转来到伫伊的怀抱中间。咱面对世界的转变，面对疫情所带来的惊吓，面对着未来到底安怎，咱逐个人拢毋知。但是今仔日上帝讲，转来到伫伊的厅内面，转来到伫伊的恩典中间吧，转来到伫咱所要唱的歌，咱所要唱的这条歌是感动的歌，要唱的歌是喜乐的歌，要唱的歌是愿望的歌。伫新的一年，咱要得到新的开力，咱会当想象以色列人原本是沿路咧哭，沿路咧哭唱歌的时阵有目屎有软弱，但是到伫上尾啊，这个目屎真做喜乐，开始欢呼，开始哪唱哪悬，开始哪唱哪有开力。今仔日的教会，咱要继续唱喜乐的诗歌。今仔日咱每一个基督徒要继续唱出愿望的诗歌。互身躯边的人见听见咱的声音，就受到祝福。互今仔日踮伫咱身躯边所有软弱的人，听到咱的声音，听到咱的歌声，就要带来生命的安慰。请咱做伙来看我所写的这首诗，沿路唱出喜乐的诗篇。行吧，行吧，拖着叮当的脚步，盼着亲戚的相逢。村落来的朋友啊，出发的时已经到啊！转来吧，转来吧！上帝呼叫的声，敲吹失眠的羊群。因一路靠，流过溪水，行过平坦的路，未来茫茫也无伫跋倒。欢呼吧，欢呼吧！咱为重新转来迄个应允的土地，领受丰盛的礼物，成做水源充足的田园，一无欠缺，高声欢呼，唱吧，唱吧，沿路唱出喜乐的诗篇，悲伤变做笑容，目屎成做泉源。新的天，新的地，上赞永远不变的主爱。这是重新出发的时，咱要继续唱出喜乐的歌，咱要唱出愿望的歌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踮伫你的面前，阮带着生命中间的困难。无论踮伫阮家己，也是踮伫阮的亲人，踮伫阮所拄着每一个阮关心的朋友。伫过去一年，阮捌经过什么款的患难，什么款的艰苦，主你拢知。阮的目屎踮伫你遐，要成做泉源。阮的忧伤要踮伫你遐，领受安慰。主你讲，这是新的日子。这是要出发的日子，这是要继续唱出欢喜诗歌的日子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你内面，阮敲吹着愿望，互阮哪吟诗歌的时，阮的心哪吟哪着跳，哪吟哪有激情。互阮身躯边的人感受到主你的祝福，要丰丰富富临到伫阮逐人。愿你因带阮，愿主成做阮的牧者，带阮向前大声唱歌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回应上帝的教示，佮一摆来吟诗，圣诗第177首，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。坐咧吟。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，是咱为上永生的事，相信听当为大来的，阿是结婚我当为义，何处耶稣有上的功能，信心观念当时抗的，光辉的我世界的我，信心不旁听心的者，何处清醒的我来心志，勇敢行出过的回忆，希望最我用永隆脱离，一切心落我的意义，因我的主是精抓难移，混用纯净跳当作为，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，在上帝我心万里，为时代的这得来为虑，他敢我用了当作你，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，在上帝我心万里。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，请咱即时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所接请牧师来报告。好，咱简单来报告几项教会的事务，互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关心。咱拜三暗暝下8个圣经学堂咱有原点伫线顶请咱做伙来备班吼。搁刷来，即礼拜是部会周，咱后礼拜要召开中职会，所以请各部的部长点伫即礼拜来调即部员来开会。后礼拜咱要伫第2堂的礼拜了后来召开中职会。请所有中职以及团契的会长来参加，嘛将咱的资料伫本礼拜拜三进行交互咱的干事，请咱会当三甲来配合吼。好来，后礼拜是为着国际机电会奉献组织，所以咱国际机电会有派陈振燕兄弟来咱教会讲道甲请安，所以请为着机电会事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。咱即马咱教会定伫1月初9甲16第1场礼拜了后要进行会计的步骤检查，所以嘛请咱各机构的甲团契会计人员将迄个步骤会当准备好，踮伫初9甲16第1场礼拜后要进行检查吼。好即马踮伫教育大楼2楼，遮有迄个亲子室，所以见若咱厝内底有婴幼儿，原则上就是3岁以下啦。3岁以下有婴幼儿，若是家长带婴幼儿来到伫教会中间，你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吼。2楼有一个亲子室，第1堂甲第2堂礼拜拢会开放，所以嘛，请咱若是有少年的家长的有细汉婴幼儿的，欢迎会当利用这个空间吼。好今仔日也是新一年的开始，这是今年头一个主日。是应该爱彼此相亲安，但是因为疫情，所以咱嘛犹原简单，甲咱身躯边的人做伙讲一声新年恭喜。大家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各位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第400首，愿主人来甲你同在。今时煞请牧师为咱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天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心是肯定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听堂，亲像长老我甲水，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光。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赐予你心是肯定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听堂，亲像长老我水，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光。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去吧！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，带着耶稣基督赏赐予咱的恩典，也带着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以及圣神的气力帮助咱，互咱勇敢唱出喜乐的诗歌，勇敢唱出祝福的诗歌，对咱的生命也通成做正人的祝福，对答直到永世代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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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